各观众朋友都讲过之后，继续收听提教国际。呢只礼拜四某后，同你大家都关注两只国际焦点。上半场我哋讨论係中國江蘇省靖港市傳出要鎮壓退伍軍人嘅事情。然後下半場我哋關注嘅係宋波輝是破電啦傳播嘅見面咧。提醒為大家紹介，我哋現場嘅來賓係你嘅老朋友，台北醫學大學嘅莊國生莊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感謝莊教授來到你節目現場吼。呢下擺也當盛期，講當度吼，因為台灣嘅反映改團體。對你發展宣條，都好似條路度靖港界抗議反映改，結果看到中國的江蘇時事傳出，佢哋嘅靖港市要退伍嘅軍人也出來抗議，提醒我去參加教授講，兩片退伍嘅軍人，我相信台灣對呢800種是佢哋嘅訴求，談到嘅較了解。中國嘅呢一群退伍嘅軍人，佢哋愛賺嘅係乜嘅？到底佢哋退休嘅待遇好也唔好？啊，做乜嘅？呢下部經談到從人要記到退伍軍人出嚟抗議嘅事情。先讓大家稍微稍微下呀中國嘅兵役制度啦。中國嘅人民解放軍哦，佢嘅兵役制度等於係就會4年咧，就會唔係像台灣過去愛真去做兵，哦年輕人只要身體健康就要做兵，佢就並唔係安尼。哦，基本上係要報名想做嘅人咁做。哦，雖然中國嘅法律規定講，哦。嘅公民有服兵役嘅義務，但係因為佢地方動態冇需要很多軍人，所以就會4年去做嘅。而家所謂出來抗議，所謂老兵吼，到中國一分差唔多2幫人。嚇，一幫人吼喺1979年嚇參加中越戰爭。哦，記得時候鄧小平吼發動對越南嘅戰爭，嚇出動嘅當多人，嚇一批人吼即傷亡嘅比例吼也當高。哦，依下幾多年？1979年24年，大家算一下，依下已經幾多歲嗬？差唔多咁樣60-70歲左右嗬。然後幾多位部分人嗬，幾個時候作戰嘅時候陣亡就死體咧，死體嘅時候就幾個時候規定咯，13年差唔多賠400塊人民幣嘅事啊，非常之少。然後嗬無事嘅輸送嘅嗬，嗬佢轉來嗬幾乎係無乜嘅退役。哦，中國以前講一條就會非常嘅廣用，連補償都冇，冇乜嘅補償嗬。差唔多從後來從1990年開始嗬，慢慢嘅13年嗬，然後要登記嘅去同地方政府登記，即係地方政府依照一條嘅財政情況來發咯。如果即係講唔係帶較好嘅地方，幾有錢，學生要好發；唔係帶地方較苦，冇好發。一年發幾多？發100塊。吼，然後慢慢的調整，吼，對伊下來講，差唔多發500塊一整年。一年500塊人民幣，就好似喺中國的物價來講，吼，500塊也當少，也唔難用啊，食都唔難食啦。有啲人有一下年紀慢慢大嘅，再加上有啲會輸爽嘅，吼，係要後年真身體當唔好嘅，吼，就知道非常嘅艱苦，吼，一片係抗議主要嘅力量。因為中國1幾年來，吼，佢不太願意強調過去派很多人去打越南嘛。哦，所以對一啲人咧，實際也當時有經驗。因為佢1979年打過一刀以後，吼，到1985年到1988年咯，有3-4年時間，又去同越南又打過一刀。好，所以前後又去參戰過嘅人數，可能有8萬之多啊。一啲人係抗議起來嘅力量動態，也係一幫人年紀較老。另外一幫人就係1幾年來中國不斷嘅裁軍。當到軍人武器愛強，個人唔是按多。人唔是按多，所以當到軍人不管係軍官還是士官服役嘅年限就是硬性嘅縮短，不能做按叫了，忙時間忙到你就係唔退伍。一條退伍嘅人其實領到嘅錢也當少，因為我話聽講。除了前期安排佢哋去買貴人佬省嘅企業去做事情去上班啊，也係中國人佢哋會退伍軍人嘅這種嘅退役制度同台灣最冇共樣地方，佢並唔係強調本錢，也唔係有固定嘅大概年發幾多錢本，唔係安尼，佢係強調係專業，按到專業，佢退伍按到專業就意思就嗰啲業就係講愛同案子。本來軍人案子就揾多批咧條路嚟按到專業，但係一專業一邊看轉到乜嘅地方，一家鄉都嚟係咪要足夠嘅條路搬轉？並唔係講中央統一分發，
到以前哦，中國經濟較好嘅時候吼，對一條退伍嘅軍人吼，呢度地方嘅安天吼，大部分吼就安排嘅條到地方嘅政府吼做一譬如講所謂嘅種嘅保全咯，但係又唔係民間嘅保全，就係種安尼一比警察大一啲嘅，數 V 嘅，種按類似安尼嘅職位吼，冇就會做其他種司機啊等等，佢當然同教育長途嚟嘅天啦，假設教育長途較高或者自家創業，自家有事業，佢完全冇關嘅咯，唔好講係要錢本咯，冇安尼嘅事情，所以以下做乜按多人出嚟抗議吼，我知道可能有一點嘅反應吼，佢哋嘅地方嘅財政啊。可能開始出問題了。原來冇錢好本嘅，冇錢好本，或者係冇條路好本做嘅。以前條路是就本安排咧，簡單嘅條路裝門啊，係呢講好多地方做所謂寫景，即係中國一台灣冇，就會講有啲像安尼有啲意境安尼嘅 TV 但係有錢我哋一種係有嘅。而家做辦多年開始抗議越來越嚴重可能特別有啲財政開始出問題，所以冇辦法續辦多年。然後另外一方面即係上海經濟可能也較唔好，出來自家識條路嘅，自家創業可能也冇像以前咁好，所以反過頭來希望政府同佢照顧。我知道一點係一啲非常重要嘅事實啊。兩隻狀況第一，唔係你阿白聽啊，之前其實我喺新聞當中，冇說你即個對其他地方要有談到佢哋做事都嘅抗議，我要強調提到問題就，中華你阿白冇到按台旁談講有3萬人本人打死，甚至連解放軍都出動有偵察有乜解好。聽一點即係講，當矛盾咧，你人記得3年嘅時間，習近平自家講，做唔得俾你國家嘅啲英雄流血有流無字，意思講你以前不論先生講嘅1989年去打越戰咧，也係講保密嘅，大家為國家付出過嘅，為國家出傷過嘅，你下愛好好嚟照顧佢哋。所以佢哋開始就成立一隻對國務院底下有一隻退役軍人事務部，新嘅是掛牌，你下樣幾多年？你下樣6年名嘅天嘅，新嘅單位去照顧退伍軍人，你樣掛牌，結果冇多軍人按行上記錄，唔合理啊！一點第一可能也是呢，一部分本來就會發現到問題已經嚴重嘅，增加佢來成立，不偏嘅就來使用，所以有啲部分嘅成立並唔係即係代表講佢已經發現問題，係問題已經當嚴重。第二一條過去對一條退伍軍人嘅照顧過程呢，當然要解放軍來照顧，過程呢，TV 個嘅色彩當然也當好，但係有啲基層咧就要地方嚟照顧，唔係中央嚟照顧，各地分配嚟照顧。一點係同佢哋嘅傳統有關聯。做乜嘅呢？因為中國啦，佢徵兵並唔係全國平均嚟徵兵，基本上鄉下來嘅人較多，都市佢較冇嘅，也係即係佢哋有幾十年來嘅傳統，所以做乜喺鄉下較多？因為佢知道鄉下人嘅講實在頭腦較簡單，服從性較高，身體也較雜，較好洗腦，較好嘅洗腦，也好較服從，因此佢哋都而且鄉下唔過用素質較唔好啊。對佢哋嚟講，反正佢哋知道基層嘅士官兵一種只要身體雜勤接受訓練差唔多就做得然後呢，佢哋也知道。地方鄉一種照顧一條人，實際上假設照顧得好反而變成地方鄉一種穩定嘅力量啊！譬如講，一啲村咧，有其他人做過兵，轉來之後，政府黨就同佢安置。以後呢，嗰種國家知道環境較困難嘅，係咪會讓伊去做兵？做兵係咪都軍眾表現會較好，較乖啲咧？你把功勞轉來就會同安置。所以一種係一種鼓舞佢哋嘅士氣，然後提升佢哋軍隊嘅一種表現，俾大家較安心，願意去做兵嘅一個方法。所以佢哋一種做法，也係有佢歷史存在。唔係講你所有做過兵就同照顧冇安好，冇安好。假設都做兵嘅時候，當勇敢，好多軍眾有啲功勞。按你將來真同照顧，對佢哋嚟講也真係一種鼓勵嘅辦法，唔係一種平頭式咧。唔只要做過，就同安置。我知道。佢哋嘅政策唔係按你嘅心態，但係而家看起來係碰到困難嘅。既然是告訴講嘅困難你係咪做得來討論一件事情？
习近平不论提疫苗200吼，佢上台即当强调6件事情，提大谈，佢确实加嘅大条一笔来下来。第一维稳，社会要稳定。大谈呢，你看到成绩咧，不过维稳2点，从报告人看到按度中国内部嘅抗战，包含200成功嘅吼。下面进一步抗议中国内部社会资源嘅分配啦、经济嘅问题。已經唔係中央唔係習近平做咧掌握嘅。第二件，大家哋講，你下拄好6年份，我你想到1989、19年你下樣過特天，你下擺事情係個模糊何勢，咁有可能會變做哪一步有可能係64天嘅嘛？對中國嚟講，熱天吼，係一個較重要、較容易發生事情嘅時節啦。好，因為第一天較熱。吼，天然吼，人性嘅人性互通，天然吼畢業季節，吼一度學生畢業，即就業問題本來都要出家嘅時間6、7、8年吼就會一個衝掉。第三吼就會中國以南發即係長江以南咯，到熱天容易有颱風、水災吼，所以本來一個時間吼都對中國嚟講就會內部問題咯，較容易出情況嘅時候。到以下來講啊，佢知道大談吼，當然要整治民心嘅作用。但係咯，過去也有人認為中國嘅經濟發展吼，同一個嘅貪污吼，形成一種嘅另類嘅發達經濟嘅做法也有相關。譬如講，吼到地方行吼，假設有去過中國嘅人就知道，地方行嗰種嘅吼公款嘅消費，吼一公務人員拿嘅公款啊，幹部拿公款稅，吼了酒店啊，酒店啊等等嘅一種嘅。費用吼非常大，但係對地方嘅經濟吼，也不能講冇幫助。因為你係建設，佢哋做唔到按查法，一下也不能按查法，所以連帶係咪對地方嘅經濟有影響？有。第二咯，就房地產，過去炒房地產，結果當人靠啊房地產賺錢，地方政府也靠也房地產嘅土地嘅使用權嘅賺批准也賺到多錢，也慢慢地也因為大談也打壓。所以總嘅嚟講，對佢經濟當然對整體嘅民心大談有幫助嘛有，但係對個經濟係咪有影響有？然後呢，以下大家要看到有美國啦，要對中國發動有貿易戰，有貿易戰當然最後結果樣係不得而知啊。但係外資開始慢慢地離開中國，已經開始不止1年嘅，所以人民幣開始貶值。然後也地方行咧，因為外資慢慢離開，一種嘅購入機會吼，至少都有東南沿海吼，慢慢地減少。一點對啊，中國嘅經濟吼係一種慢性嘅流失啦。而且並唔係中國當局個想要阻止、想要改善吼，就有辦法改善。因為一當道係主導有外國力量嘅影響，比如講美國一下不斷咧發通各種嘅貿易嘅做法吼，來打擊佢。所以中國非常緊張。譬如講前一波嘅中國講韓國同美國咧一種嘅反飛彈嘅系統薩德系統，節目我討論過，所以就講不准韓國呢種嘅旅行，不准去韓國旅行。韓國嘅天陽中對放鬆，而家全部放鬆咧，前幾日宣布美國、中國造成韓國進口嘅黃條啊，全部唔是關稅。哎呦，韓國上嘅韓國哪有乜嘅黃條可以大量進口到中國當時，佢就會幫韓國啲好處就係。韓國可以從美國去買黃條進口到中國，按呢法韓國也可以中間賺一啲嘅緊數嘅錢，因為講連韓國家條就可以想到用各種嘅方法來利用，來增加佢對美國對抗嘅籌碼。可見你而家嘅內政外交可能已經面對當到種非常結構性嘅問題，像一點係不能忽略嘅。OK， 希望張教授上半週針對中國江蘇省對軍工時發生進入羅賓納退休軍人所做嘅詳細分析，加下教授專門是的廣東美國下半場是嚟討論美國，全部都到金正恩見面之後，稍後就要到普京見面，我有難度，但係你主角地方先了解下，讓住陣間。
相观众朋友都讲过，之后继续做很多讨论的现场。上半场看到中国，下半场就讨论係美国。之前你陳建輝，你睇下看到動盪嘅，結果啱是川普政權係無限之差，養老競爭人見過面，你下殺下來，我都前日是留8月17，我留普丁見面，你下時間安排你下從會面意義係乜嘅？同時做乜嘅？我對你下時間留俄羅斯來做安排。我想一點一個會議吼，出現俄羅斯方面要求或要搶嘅可能性可能較大，因為對俄國來講吼，而家全世界最關心嘅就俄國，吼，因為世界比嘅關聯吼，所以吼，對俄國來講，也係一個國際宣傳嘅一個太好嘅機會吼，而且吼世界上按多嘅。看球嘅人吼，就把一下都焦點就變喺呀俄國，所以一下來講吼，佢利用一個機會從事呀外交嘅表現吼，吼比馬嘅時候吼就較好，也係第一點。第二啊，呀川普吼最近咯同歐洲各國嘅領袖吼，特別係德國吼，冇得講唔妥咯，關係唔好，所以吼呀俄國吼真係利用一個機會吼，吼利用嗰條之間嘅矛盾吼，做一個流通。不過以前是你下聽埋同好奇，明明川普啦歐洲冇唔好，啊佢有啲以前係因為克里米亞嘅事件，然後佢提出 G8，啊你啲事件，然後歐洲是唔好嘅，但條條去鬧俄羅斯好，你咪本歐洲自己嘅本美克、本馬克宏行得唔爽。所以川普當然知道歐洲嘅啲人，嚇對佢唔滿意嘛，所以佢希望歐洲嘅啲人當然夾吼，愛談入化。嚇，所以你要利用一個俄國嘅總統啊，種力量嚇反過來壓歐洲啊，因為歐洲同俄國都當到方面係有衝突嘅。嚇，所以呢，而家我睇歐洲冇就聯合天事業為天然，打擊主業為天然。嚇，而川普做成呢一年，佢都一點係當前面。嚇，反正而家對俄國嚟講，多一個非常俄國當然非常歡迎。哦，然後也加上講到一下世界盃嘅足球賽進行，所以俄國一下成為咗世界上嘅關注嘅焦點。所以利用一個機會吼，吼佢講理想管理啊，吼就一擺個峰會就安尼順利嘅就會進行嘅。唔過你也會當甚至吼，係講成常講可能係普丁要求嘅見面嘅機會較高吼。你係講對川普嘅角度來看，你記得佢上台以後啊。TPP 佢唔可以搞咧，巴黎氣候協定佢推出嚟，連最近嘅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佢也唔可以咧，伊朗核協議佢也唔可以咧。你發到川普嘅嗰種是唔好多邊主義嘅領袖，其實冇一輪就搞了，以為冇人自家一個去談。不過點多種來看，佢有以前你看老金正恩嘅突破，然後3年又老冷戰時期死對頭，然後普丁要見面。都係佢外交嘅布局，你看得出係乜嘅路數冇？知道佢嘅外交簡單講就係美國最大，嚇，不管任何方面啊就最大，哦，雙邊也好，多邊也好，嚇，總之嚟講，嚇，哦，唔只願意服從愛，談愛法，嚇，認同愛係最大，嚇，雙邊也好，多邊也好，嚇，但知道對佢嚟講並冇乜嘅特別嘅堅持啊，嚇，尤其嚇，而家對川普嚟講，嚇，國內嘅經濟情況，嚇。還算唔可以談，唔可以談。吼，而家佢講人咧，一民調嘅支持，吼，可以講到一幾年嘅總統哦，任職一2年嘅時間，吼，佢相對嚟講，吼表現並不差，支持佢。所以其中選舉佢也穩穩。還算多，然後其中選舉，吼，佢也對佢特別有意見嘅民主黨人，吼，吼都一地方嘅表現就並唔係當樂觀咯。然後今年美國嘅經濟成長，吼，今年有啲位數字講，吼。可能會到3%啊，嚇，成日會降到4.5%以下。一對美國按你嘅經濟嚟講，可以講係非常之好啊。所以一幫人哋經濟嘅表現到底有幾多係川普嘅功勞嗬？當然也係可以爭論嘅。還有一點，佢家你看嘅報你嘅插次嘅版面頭版嘅新聞講，甘乃迪你太法官李克強退休嘅，連太法官連你下太法官全部也做嚟把握嘅。關鍵一票冇見嘅。係啊，佢就提名伊咧，曾經你從佢集選嘅年，然後趁一國會行咧，佢冇當狀喎嘅時候，嚇並唔困難。所以對川普嚟講，嚇對呢北韓嘅情況，看起來也還算以好。所以佢可以講係當有把握。啊，各方面哦，亦內政外交一下相對較順嘅時候，當然我利用一下迅速嘅時候，做多嘅事情。
也係美國政治嘅傳統，因為你上網大嘅時候唔記得時候做乜嘅他嘅表現也特殊特教也唔係容易，所以趁一下情況還算講好嘅時候夾做到成績出來，我知道也係佢嘅主要嘅打算啦。對你之前你講美國人俄羅斯後冷戰時期，冷戰結束個嘛，後冷戰時期，你阿擺佢哋兩場見面嘅以後，係咪兩國原本係天然嘅國家嘅關係變到後冷戰時期？你阿對雙方來講，會有哪條好處壞處？韓國愛用美國人俄羅斯講真經化解呢一種對立嘅氣氛咯，馬上輸開最大，減喺中國。對美國來講，伊下有兩個對付嘅天然，咁不能講天然，只係講對數。第一中國，貿易戰，冇問題。天然歐洲，當然問題冇像中國衝突咁大，但係伊下至少關係也唔好。但係俄國對啊中國同歐洲，都好一兩下就可以影響。俄國嘅東邊就係中國，東南邊。西邊就係歐洲，所以依啲俄國所以而家日國你比不上中國，更比不上歐洲，但係佢可以同時影響有兩個地方。因此一川普同一俄國嘅普京關係當好，係對中國就會一種壓力。然後對歐洲也係一種壓力。反正而家美國企業喺中間嘅角色，佢俄國也有當到地方可以同美國合作。比如講而家俄國嘅經濟受到也咧石油嘅替代品越來越多嘅影響，因為俄國最主要經濟嘅外匯來源係賣石油、天然氣，但係全世界下環保2年不斷發展，然後石油嘅代用品到美國、加拿大也不斷的發現，頁岩油，所以對美國來講，以下一同川普討論、一同普京討論嘅事情，伊咧非常重要，就係世界石油市場嘅價格。不管用嘅啱美國。問題係OPEC冇幾條做得嚟操縱咩？幾十年來除咗 OPEC 以外，某個國家政策最有實力影響中東、影響世界石油嘅價格，就係啱美國。所以普京俄國同埋對一方面他都協議讓外來照顧一下日石油嘅價錢，對唔切對係有利嘅。一點係佢川普伊個非常重要嘅處嘛。然後對中國嘅貿易，對歐洲嘅貿易，當然俄國對貿易戰之間能夠直接得到嘅利益唔算多。但係佢至少可以企喺一個袖手旁觀嘅立場。你對川普嚟講就係非常重要嘅。不過，告訴你唔記得一件事情美國同俄羅斯嘅關係本美國人其實依度美國人係對俄羅斯反感嘅。唔記得佢自家選總統嘅時節。通俄門都離下係唔完全嘅嘅，離下因為其中選嘅，佢敢講唔可以少講，選民其實對呢件事情看法冇按正面。一點當然要看佢同俄國談話嘅東西，假設只係一啲高峰會議，然後他都一個友好嘅表現，跟選民聯繫到一通俄門嘅可能性可能較大。第二川普嘅真樣地度也有人不斷地知道講，反正他家選本來就唔係因為人拖得非常嘅過爽，因為佢拖得並唔過選咧，咁像佢本人也承認也就講佢從開始參加一總統嘅大選到當選總統到一做總統佢從來也冇掩飾過我就係一個唯利是圖嘅人，但係那四主嘅唔驚滾水落去嘛？有啲人嘅面頭，反正佢非常嘅清楚我選佢嘅人就會對過去美國嘅政策不滿嘅人，社會重大階層嘅白人，然後希望有美國可以有所變化，唔係維持現狀，能夠改變現狀嘅人，對於川普本人嘅風評拖得種種並不在意。假設講乜在意嘅話佢也冇辦法當選嘅啦。遲冇一啲時間，貼對嘅人你看川金會，你看你下雙普會，大家都係見面嘅。蔡總統前幾年有講到，已經排除了習近平見面，喺咩時間點？整體國際嘅情勢，你下適合嚟做呢件事情。我想表示願意談判、願意見面，就係一種和平嘅表現。算表揚，係算表揚啊，但係。當然，他嘅提到現階段可能性並不高啦。但係只係說我願意談嘛。至少對國際嘅唔可以有人講願意談嘅人，我本人
不过，除非马蹄是就去中国的世界，结果习近平讲，罗助公留下来的土地一滴都做唔到搬出去，你也係沒有硬起來。照中國領土問題嘅講法，最強硬嘅講法，直接講出名稱。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南海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你發董事國家就必須要表態，至少就要台灣關係法或者是南方要講出來。因為我講羅助中留下土地一寸不能丟，實際全世界國家就共用，就可以講嘅地方，羅助中嘅土地不能丟，要保護。